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汝琼。今天我们继续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旅行。我们先从3楼开始，一层层向下游览。3楼分别是中国区、南美区和澳大利亚区。我们先从中国区开始吧。这个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淡水鱼类——中华鲟，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亿4千万年了，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，雌鱼最多可以长到250公斤。这边都是我们国家常见的淡水鱼类，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，大概总共有1050种。这个水池里有我们传统的4大养殖鱼类：青鱼、草鱼、鲢鱼和鳙鱼。鳙鱼也就是俗称的胖头鱼。这里还有锦鲤，在中国，锦鲤有飞黄腾达的寓意，所以被很多人饲养于庭院里，是十分受欢迎的鱼类宠物。这个池子里全是锦鲤啊！接下来我们进入南美区，这里先是有一个大缸，里面有各种我们俗称的红绿灯，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，但是现在已经烂大街了。家里要养鱼的肉鳗鲫鱼类。这些蓝颜色的叫帝王灯，蓝色的棒状身体上有一条闪光的宽条纹，可以长到5厘米。这个是枯叶鱼，南美洲的一种淡水鱼，这个还比较以假乱真的，但是它是一种肉食鱼，只吃活的小鱼，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和其他的鱼养一起哦。这个是枯叶龟，平时也是一动不动的，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，它就会迅速伸出头，将猎物吸入口中，爆发力很强的。这些鱼好漂亮啊，鱼如其名，叫七彩神仙。它们有一种特殊的育儿方式，幼鱼孵化后，雄鱼和雌鱼身上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物质供幼鱼吃，一般可持续4周以上，直到幼鱼能独立生活为止。这个是黑鬼鱼，有着如刀片般的体型和乌黑亮丽的外表，体长50厘米。虽然它的眼睛已经退化，但是身体可以发出微弱的电流，类似雷达的功能，可以让它在水中活动。这个是红珍珠关刀，身上的斑纹会呈现黄、蓝、红、绿等不同颜色的淡淡荧光。它们是一种底栖鱼类，喜欢在河底的泥沙里寻找小型甲壳类动物。这个是三角雕，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溪流中，体色呈银灰色，体侧中央有一大块泪珠状的斑纹，呈深棕色或橄榄绿色。接下来是一个混合的池子，里面有南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淡水鱼类——巨骨舌鱼，也叫海象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有鳞鱼类，大的可以长到2.7米，体重200公斤，是水中的巨无霸。这个是巨豹，产自哥伦比亚，看上去比较凶猛，有点像食人鱼。它其实小的时候胆子很小的，但是长大后就觉得自己膨胀了，会在鱼缸里面称王称霸。这个是银龙鱼，也是属于骨舌鱼一类的，在我们国家因为风水的需求相当受欢迎。因为银龙鱼全身为闪闪的银色，五行属金，金可以生水，所以催财能力强，说的我也好想养一条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电鳗，生活在亚马逊河里，体长可以达到2米，体重20公斤，能释放高达600到800伏的电流，既可以用于捕食，也可以用来防卫。电鳗放电的秘密在于它尾部脊椎的两侧有2片发电器，好比电池的正极，而头部又是电池的负极。不过它放完一次电后，
要过一段时间恢复才能再次放电，一般要抓它就趁这个时候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南美肺鱼，这是一种古老的淡水鱼，最大的可以长到1米多，因为能用肺呼吸空气而得名。夏季干旱时，它们会挖洞下眠，一旦雨季来临，它们又会恢复水下生活。你要干嘛？看完南美洲，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区，这里有一个大池子，里面有一些海龟呢。这些是猪鼻龟，它们只有2个爪，所以也叫2爪鳖。关键是它的鼻子太萌了。这里还有一只黑天鹅，那后面的这条鳄鱼应该不是真的吧？鳄鱼的下面还有一只长颈龟，它们的头没有办法缩到龟壳里面去，是不是它们和蛇颈龙有一定的渊源？澳大利亚区分布在整个馆的3楼和2楼，3楼只有一部分。我们现在顺着这条电梯去往2楼。继续看，这里还有一只猪鼻龟，我们给它的鼻子来个特写。下面这条叫巨鳐，最大的可以长到9米，体重超过500千克。它嘴巴上的锯子最长可以有2米，宽30厘米，有21到35对锋利的锯齿，甩动起来可以把其他鱼类击伤，然后吃掉。这些是涉水鱼，体长20厘米左右，爱吃水面上方的小昆虫。它的嘴像玩具水枪一样，可以射出射程达1米的水柱，击中昆虫并捕食。可惜在这里它无法掩饰。这里还有一只鸡尾鹦鹉，作为鸟类的我，被关在水族馆里，你礼貌吗？然后就是非洲区了，非洲是一个神秘的世界，里面的鱼类就更神秘了。这个是恐龙鱼，又叫多鳍鱼，非洲的远古来者，它们有一对肺，可以到水面呼吸空气，以甲壳类和昆虫为食。这个是非洲肺鱼，体型很像鳗鱼，能像鳗鱼一样游动，也能靠胸鳍和腹鳍在沼泽中爬行，可以脱离水，在干涸的河床泥洞里生活数月，以甲壳类动物、昆虫和软体动物为食。接下来我们看看非洲第1大河尼罗河里面的鱼，这个是尼罗罗非鱼，看这肉质肥肥的，一看就是用来吃的。它的繁殖能力也是很强的，只要能凑齐一对，一次就能生出成百上千粒卵，而且存活率非常高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这个叫倒吊鼠，乍一看像是清道夫，也是生活在尼罗河里的。它因这种肚子朝上、背部朝下的独特泳姿而得名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倒吊鼠这种奇特的行为是一种捕食方式。非洲有3大湖：维多利亚湖、坦可尼卡湖、马拉维湖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这个岩石鱼，同一种鱼，颜色各不相同，食性也各不相同。有的喜欢啃食石头上的藻类，有的以其他小鱼为食，也有的习惯挖食泥沙中的蠕虫。看完非洲的鱼类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一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游览上海海洋水族馆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